由韓國 Mnet 電視台舉辦嘅 MAMA 頒獎禮將於2025年11月28號星期五同埋11月29號星期六喺香港啟德體育園主場館舉行。In case 大家唔係太熟悉有關呢個頒獎典禮，喺度簡單講下啦。MAMA 全稱 Mnet Asian Music Awards， 係韓國 Mnet 電視台舉辦嘅樂壇頒獎典禮，到今年已經有20幾年嘅歷史啦，可以話係韓國海外影響力最大嘅樂壇頒獎典禮。而 MAMA 最初設立嘅時候，目標就係亞洲市場，不過隨住影響力嘅擴大，目標已經轉向全球性啦。至於 MAMA 首個海外舉辦嘅地方，其實就唔係香港，而係鄰近嘅澳門。直至到去2017年，MAMA 再進一步擴展到3個甚至4個嘅分支頒獎典禮場地，包括香港、日本、越南、韓國，總共4個地區舉行。而喺2012年開始就連續7年喺香港舉辦，之後由於疫情嘅關係就冇喺香港舉辦啦，直至到今年重返香港亞博場館。而 MAMA 亦都會經常請一啲舉辦地區嘅當地藝人作為頒獎或者係演唱嘉賓。過往 MAMA 喺香港舉辦嘅時候就曾經邀請過影星周潤發頒獎俾韓國超人氣男團 BigBang， 而黎明、郭富城、陳奕迅等等嘅香港歌手或者演員都曾經作為頒獎或者演唱嘉賓出席過頒獎禮。而今次 MAMA 重返香港舉辦，亦都有邀請本地歌手演出。日前 MAMA 嘅官方 IG 就宣布咗香港男團 MIRROR 將會出席首日 MAMA 嘅音樂頒獎禮，可以話係再一次將香港嘅 Cantopop 帶俾世界各地嘅海外觀眾。可能新一代嘅觀眾未必知道 Cantopop 喺80、90年代喺亞洲甚至全球華人都非常之受歡迎。當其時梅艷芳、張國榮、黎明都曾經喺韓國嘅節目表演。喺日本同埋韓國，好多上一代嘅觀眾都認識佢哋。張國榮、黎明甚至係成為咗好多上一代嘅韓國女觀眾心目中嘅男神添。所以今次疫情之後，相隔多年再一次喺香港舉行 MAMA， 將 Cantopop 同香港歌手帶上呢個舞台，實在係值得開心啊！不過雖然係咁，MIRROR 參與 MAMA 嘅消息一出之後，隨即喺網上有好多聲音質疑點解會揾 MIRROR 做嘉賓，林林總總嘅留言都覺得唔應該揾 MIRROR。其實個人嚟講，覺得今次請 MIRROR 係正常不過，原因有幾個。首先可能係疫情關係，觀眾冇留意到，其實喺2021年嘅 MAMA 頒獎禮裏面，香港嘅歌手 MIRROR 成員教主 Anson Lo 盧瀚霆就曾經獲頒 Best New Asian Artist 嘅獎項，為港爭光。只不過當其時因為疫情嘅關係 ，Anson Lo 未能親身到當地領獎同埋表演。當其時 MAMA 嘅官方網站同社交平台，以至喺香港嘅各大報章都有報導。而教主 Anson Lo 亦都係佢嘅社交平台寫話：這輩子有沒有想過可以在 MAMA 頒獎禮上看見自己的名字？感激一直支持我的每一位，感恩每一次的演出和工作機會。希望有更多人能夠認識香港音樂，認識香港歌手，認識 MIRROR。而喺幾個月之後，當佢收到 MAMA 獎座嘅時候，亦都有再出 post， 仲大特寫影低咗個獎，見到刻上 Anson Lo 個名添。Anson Lo 呢個新人獎可以話係 MAMA 頒獎禮主辦單位對盧瀚霆實力嘅肯定。另外 Anson Lo 亦都喺前幾日帶領住6位全民造星6嘅師弟出席韓國 MBC 電視台音樂節目 Show Champion 裏面表演，現場反應非常之熱烈。佢哋同韓國 dancers 一齊跳唱，亦都好合拍，跳得好齊，可以睇得出互相交流之下，兩地嘅實力同 style 都好相近，完全冇違和感啊！而最初韓國 MBC 電視台只係 upload 咗 Anson Lo 嘅直播影片上 YouTube， 之後佢哋仲 upload 咗 Anson Lo Focus 嘅直拍版本，可以清楚睇到佢嘅單人跳唱實力同埋個人魅力。直至今日睇返 MBC 嘅 YouTube channel， 佢哋將當日 Anson Lo 嘅表演一共上載咗4條片，4個唔同嘅版本，非常之誇張啊！電視台嘅官方 IG 亦都有另外發放 Anson Lo 嘅表演片段，睇得出韓國電視台係好重視同埋好欣賞 Anson Lo， 亦都認同佢嘅舞台魅力。而除咗 Anson Lo 之外 ，AK Anson Kong 江業生亦都被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邀請擔任頒獎同埋表演嘉賓。當時表演歌曲《Love Is On The Way》，又跳又唱，展現實力。能夠被韓國釜山電影節邀請，亦都係佢哋韓國對 AK 嘅實力嘅認同。整隊 MIRROR 裏邊有2位成員已經喺韓國有知名度，所以今次被邀做 MAMA 表演嘉賓，一啲都唔意外。最後想講，現今韓國樂壇好多都係以跳唱為主，而跳唱亦都喺香港樂壇一直都唔係主流，亦都係好少有新一代嘅歌手主力跳唱。近年難得有主力跳唱嘅 MIRROR 出現，好應該令全球嘅新一代觀眾知道，其實 Cantopop 唔單止係有抒情歌，亦都有跳唱歌，而且歌手亦都好跳得。
令佢哋重新認識 Cantopop 其實係一件好事。況且 Anson Lo 已經喺幾年前奪得媽媽嘅新人獎，最近又去咗韓國電視台表演。而 AK 江業生亦都曾經去過韓國釜山電影節表演跳唱。佢哋兩個絕對可以將喺韓國嘅表演經驗分享俾其他隊友，帶領大家一齊踏上媽媽嘅舞台，令韓國新一代再次留意返 Cantopop 同埋廣東話跳唱歌。所以今次媽媽邀請 Mirror 做嘉賓，其實係好順理成章，而且對香港樂壇亦都係好事。大家又點睇呢？歡迎留言分享。